好，来继续来看这条，这个皮嘛会当食，细粒珍珠酸呀到枪刺。这是屏东的房山授粉无完全的爱文酸呀，真细粒，摕到市场试卖，真侪人学了好食，所以在地果农决定甲号名合作珍珠酸呀。 产季到了，这么大颗是爱文，还有这特别迷你的也是爱文。它最特别的地方呢，就是可以连皮一起吃下去，真的好吃，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芒果。乌鲁港特制，这当中只有正常版本的10分之，外号珍珠酸啊爱文，真正是唔免下皮，这加落去的口感就亲像迄金桔啦，不过也阁有酸啊的香甜。较甜，真正袂歹。 其实这不是新品种，是单纯授粉无完全的爱文，过去拢是直接甲剪掉，我感觉真可惜，果农决定提出来试卖。订单还是一直在进来，我们现在都已经大概上1000盒了。不过想要吃到这超细粒的酸啊，无简单，产量真正是有限。如果真的要种这个，尽量1公顷的芒果园哦，真的要种这个比较有钱赚的，不是种这个。 屏东房山出产大量爱文酸啊，无病虫害，今年的甜度是更加悬，产量嘛是去年的2倍，大丰收。同款出产爱文的台南玉井，伊大出的期间伫5月中旬。另外以金黄为主的高雄6股咧，伊是有价6月初嘛进入大出。介意食酸啊好滋味的朋友，爱好啊8，当着是水果上美味。